妖花赏赐我一切大恩，我要用啥物报答伊？我要捧起救恩的杯，求叫妖花的名。我要伫众百姓的面前，对妖花谢我的愿。那即卖咱今日三个来敬拜上帝，咱即摆来唱圣诗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请起立。得较引带。伊得较引带，互人恩典拢无煞。归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路归声。请坐。即摆咱三个用主教是咱的主祷文来祈祷。好，歹势，请起立。歹势。即摆咱三个用主教是咱的主祷文来祈祷。愿你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煞则用使徒圣经来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必来到人来受苦，顶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国活。
永远的活命。阿门。好，兄弟姊妹，请坐。今仔咱三个来启应，启应文第47篇，是圣诗的后壁面1083面。好，正海岛啊，就听我的话。我伫胎里，上主就敬吊我。伊互我的喙亲像来刀，佮互我诚做无针的钱。伊有对我讲：“你是我的奴仆以色列。”我就讲。我拍拼是空空，要顾我靠上主替我伸冤。第声哈，我伫胎里，上主就做我做伊的奴仆，要互雅各归向伊，因为上主看我最尊贵。伊有讲，你做我的奴仆，当兴起雅各的支族。咱坐声，若安尼，我要互你做较大的事，我嘛要设立你做列邦的光。咱即马三个阿爸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啊！阮俄罗你，因为你创造宇宙万物，你掌管一切。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先听阮，找见耶稣基督来拯救，为着阮的罪死伫咧十字架顶。互阮诚做无罪的，阮会当伫遮献上阮的敬拜。主啊，伫五月份的时阵，因为疫情，大家的日子拢过了真艰苦，真侪人关伫咧厝内，无法度出门，嘛无法度来教会。甚至连学生拢爱伫厝内上课。即马经过4个多月，主啊，阮感谢你，会当互阮重新过了较正常的日子。伫过去1礼拜，有真侪大学才开始会当入去教室来上课，互老师甲学生会当见面。即马阮会当去餐厅食饭，阮会当正常出去外口佚佗。特别是最近来教会的人数毋免阁限制。主啊，伫这个艰苦的时阵，阮才知，原来这种正常的生活毋是简单的代志。阮为着安尼，献上阮满心的感谢。伫这个疫情当中，阮有感受到真侪无方便的所在，阮的生活甲信仰拢拄着挑战。恳求主你坚定阮的心，互阮当莫安尼失去阮的信心。特别嘛，恳求你看顾这个国家的掌权的，互因有较侪智慧甲力量来帮助人民。阮嘛为家己的软弱来祈祷，伫生活中阮真侪有真侪烦恼的代志，求你除去一切重担，互阮得到平安。今日特别阮为了教会搁煞来事工来求你来看顾，特别是伫即个时阵，教会的兄弟姊妹搁较爱甲主你所讲的话来连结，逐工来读圣经。伫患难中有你的话会当诚做阮的安慰，诚做阮的帮衬。嘛，伫月底阮要召开会员的好会，要选出新的长职，求主互阮一切拢会当顺利，选出合你心意的人来为众人服侍。即阮嘛为着教会中有病痛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伫患难中赏赐平安，甲因同在。即求主你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用心来听你所要讲的道理。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
咱要请圣歌队来学乐吼，因为吟的诗歌是学乐伊大尊名。咱感谢圣歌队真水的歌声吼，咱即摆来读圣经，读上帝的话，伫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0节，就敢若一节吼，咱会当做伙来读，好无？吼。总是我担诚做即顶号的人，是对上帝的恩才有，搁伊所赏赐我的恩，毋是空空。若是我比因正人较着磨。其实毋是我，是上帝的恩，甲我伫地。好，圣经读到这，咱即马请总牧师来讲道。咱搁在即摆三甲来感谢，特别阮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伫遮来组织阮要来恭听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伫阮的心内，成做阮的快乐成做。引带阮生活的准情，祝阮困记你的神，甲阮三甲弟弟
互阮所听的所讲的拢用对你遐来领受你的恩典。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姊大家平安。今仔日的经文真短加一节尔即保罗伫即节经文内底，第一节经文内底讲到几摆上帝的恩典，3摆伊讲是对上帝恩才有我诚做即顶号的人对上帝恩才有。搁伊想使我的恩典毋是空空啦若是我比因正人较着磨，其实毋是因，是上帝的恩甲我三个弟弟所以咱看到保罗的一生内底，伊感觉讲啥物安尼每一天来充满伊上帝的恩典。所以保罗的生命当中感受到上帝的恩典满满。弟兄姊妹，咱诚做基督徒，诚做上帝的子民，咱是毋是每一天共款甲保罗共款，拢感觉咱受到上帝极大的恩典呢？今日我要用即节经文要来甲大家分享服侍。伫今仔日经文内底我要提出几项来甲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基督徒的人生，就是服侍的人生啦。第二个，基督徒的服侍是一款的恩典，毋是一款的重担。服侍会用，互咱搁较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大快乐，甲上帝的供应。第三，服侍一定会得到报赏。第四，咱每一个人拢要照着家己的功夫来得到家己的赏赐。所以第一个，每一个基督徒，我讲咱拢爱有一个真清楚的人物，就是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服侍的人生。基督徒的得救，甲咱带入去迄个服侍的内底。所以咱看到规本的圣经对旧约一直甲新约，咱若讲到救恩，就甲即个啥物有关系？服侍来白做伙。所以进入救恩，就是进入迄个服侍的内底。咱若看到旧约出埃及记第9章13节，伊安怎讲？耶和华甲摩西讲：你入去见迄个法老，甲伊讲，耶和华安尼讲：准我的百姓去，通服侍我。去倒位？去伫旷野的所在，出埃及去伫旷野的所在，要创啥？要来服侍我。然后伊伫第这是第8章的第1节，安尼讲。第9章的13节，搁再一摆讲啥？放我的百姓走，通侍奉我，通服侍我。然后第10章的第3节，搁讲一遍。你甲即个派即个摩西亚伦，就去见法老，甲伊讲：耶和华希伯来人的上帝安尼讲。你伫我的面前，毋肯家己谦卑，要到什么时阵啊？这就是咧指法老，咧指法老王。就准我的百姓去，互因通服侍我。所以咱看到旧约内底出埃及的目的是要创啊？脱离伫埃及来服侍遮的埃及的人，服侍即个法老。脱离迄个奴隶的即个身份，来得到拯救啊！我出埃及记有一个更较悬、更较重要的目的，就是啥？准我的百姓去，通服侍我，互因来服侍我。所以咱看到伫旧约的内底，出埃及记是为着啥？要服侍上帝。咱再来看新约。路加福音第1章74节到75节，伊讲啥？互咱已经脱离遮的对敌的手，一世人伫伊的面前用诚、用义、无惊来服侍伊啦，都是服侍咱的上帝。所以咱用拯救对这个对敌的手得到拯救，咱的目的是啥物？就是要来服侍上帝，而且是一世人服侍上帝。
所以咱看到对规本的圣经、对旧约一直到新约，救恩甲服侍，拢是安那做伙。所以，当咱每一个基督徒，咱洗礼了后，咱入捌上帝了后，咱进入迄个救恩内底，咱就是进入迄个服侍内底。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是啥？服侍的人生。好，爱记哩。第二，服侍是一款的恩典，服侍绝对毋是重担。服侍是互咱能搁较经历到上帝。伫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1节，保罗安那讲？伊讲哦，所以阮既然有即个积分，照所得到的怜悯，就无累积。伊咧讲啥？就讲我今仔日我用来服侍，我保罗用来服侍，是上帝怜悯我啦，是上帝怜悯我，所以才会互我有即个机会来服侍伊，来侍奉伊。毋过真侪时阵，咱的想法定甲保罗的想法是无共的。安那，我来服侍是安那，毋是上帝来怜悯我，互我恩典。我用来服侍是安那，我来可怜来怜悯教会遮的同工，真可怜哦，做到要死安尼，无人甲斗相共。我来可怜，我来怜悯上帝，像咱拢无人来做上帝的工。所以咱定安那，咱的即个服侍，咱的动机都毋对。其实我常常咧想哦，上帝有需要咱服侍无？伊无需要呢。你看伊咧创造的时阵，讲有就有对吧？所以上帝爱做的代志，一定会来完成啦。上帝阁有真侪天使他车派对，咱的能力敢会比天使更较好？我来想想咧吼，咱人咧传福音传一世人无一个信。那天使去个菜市是人咧配一个可能一大堆人信耶稣。是安那上帝要叫人来服侍咧？讲真诶上帝找人安尼服侍加麻烦咧。人有足侪问题，人有情绪诶问题，即个甲即个袂合，即个对即个安尼看袂对个，迄顺眼。所以人有足侪诶问题啦。所以我阁想起讲，上帝你真诶是台湾话有足爱听叫野鸡叫人来服侍，最就一大麻烦。保罗讲啥？咱用服侍是出自上帝的怜悯，上帝要爱咱服侍，就是爱啦。咱有份伫伊的工作啦，伫伊即个丰盛的内底啦，就是要互咱人来经历到伊啦。我讲出埃及记，敢有查迄个摩西迄个拐无迄个拐敢水都无法度分开。所以你有咱才想起来上帝邀请摩西来参与到伊的拯救，是要互摩西，要互以色列人来经历到上帝的大权力。所以伫即个服侍内底，就是要安那，咱去经历到上帝，咱去认捌到上帝。对服侍内底，咱知影咱的上帝的大困难。有当时咱信主了后，咱对上帝即个咱对上帝毋是介清楚。有当时是咱家己想出来的即个上帝。所以咱只有伫即个服侍内底，伫个实际甲上帝的互动的内底，咱才有法度去认捌到上帝。我举一个例，亚伯拉罕为着即个所多玛来祈祷来困求的时阵，为着要救罗德伊安那亚伯拉罕近前甲上帝讲好人甲歹人，你拢要剿灭嘛？即个亚伯拉罕伊想的上帝是啥？上帝你是不分青红皂白呢，好人歹人你拢要来甲刣无安尼啦，50个人，50个人好人伫内底，安尼你用放过因无？所以咱看亚伯拉罕对上帝想象是啥？上帝对这个城啦，50人以上有一个标准，互上帝有上帝你的标准就是50人以上，你都无要免。然后呢，好佳哉，
人讲阿伯拉罕哦，足巧，伊是信心之父吼，所以上帝安那答应呢？结果无阁减5个啊，45个哦，上帝阁答应，无30个，上帝答应有啊，20，上帝无答應10個，上帝無答應。所以咱咱想象的上帝，上帝就是安尼50個人，所以我就一直愛湊50個人哇。毋過上帝毋是安尼，毋是咱想象的上帝。最後，咱知影伫即個事件內底，到尾羅德全家攏安那救出去了後，所多瑪才被即個大火來毀滅。上帝連一個好人，伊都要救，這是上帝。所以亞伯拉罕若無安尼實際甲上帝互動，來服侍上帝，來跟對上帝的時陣，伊根本都毋知影上帝是安尼。再來新約內底，馬太福音14章26節到28節，才有一段咱大家攏知影的一個新約。當學生看到耶穌佇海面來行的時陣，就講啥？一句哦，我重點是這句吼，因為驚就後救。所念伊甲伊講話講安啦，是我啦，毋免驚。彼得就應伊講啥？主啊，果然是你啊！你就命令我行佇水面來就近你。即個耶穌講啥？講來啊！彼得就對準你落去，行水面要就近耶穌啊！我看到這段經文內底，我真感動。上帝呼召講，耶穌呼召彼得講，來，彼得就安那落嚟迄個尊聖內底，就落去水面甲耶穌三角同行。12個門徒內底，只有彼得捌經歷到甲耶穌行佇水面這個新約，因為耶穌講來，伊就安那順服。就聽耶穌的話去做，同款，佇這個互動的內底，咱若無安那當耶穌來呼召咱的時陣，咱若無親像彼得安尼，咱馬大知影，咱已經經歷到，我有法度行佇水面啊！這個大困難的12個門徒內底，只有彼得捌行佇水面啊！所以咧，佇這個內底，咱知。咱必須甲即個耶穌甲咱的神有安尼互動，咱才會真的認捌。哇！原來我一個平凡的人，因為主耶穌基督，我嘛用成做一個行佇水面的人。但是每一個服侍的人攏愛認捌的。當我答應的時陣，我就要經歷甲彼得同款的心情。這所有的一切，攏毋是佇咱佇個廚房內底咱看冊啊，看足濟冊已經經歷的。咱若甲上帝無好的互動，咱的信仰就安那無味啦，無味。感覺講這個人講的這個耶穌已經行足濟新約的，其他11個門徒無落船遐門徒都新約。看到伊足牛的，毋過迄個足牛的耶穌的新約，甲我一個關係攏無。所以這毋是咱佇咧看冊每一工佇關佇房間內底所會用經歷的。所以服侍，互咱安那閣較認捌着上帝。所以咱若要經歷，親像彼得安尼行佇水面的即個新約，咱必須愛安那跨過迄個尊聖。咱若要經歷到上帝，要認捌到咱的上帝，咱必須先願意，咱愛安那，上帝咧呼召咱來服侍，咱來願意服侍。所以真濟基督徒講我信主了我知上帝互我恩是遐尼大，我愛來報答上帝的恩情啦。所以咱咧用報答，有咱咧想想咧吼。然後咧，我欠人足濟錢的所以我就每一工攏迄壓力無形袂使迄個壓力，所以咱的服侍無安那無迄個喜樂的心，就欠人的都無法度安尼，足無奈安尼，毋是安尼。佇遮安那，上帝甲咱講，咱的服侍要親像彼得同款，要互咱經歷到上帝閣較大的快樂，閣較大的穩定，所以。
服侍本身就是一款的恩典，服侍本身就是一款的祝福，爱会记哩吼。伫服侍内底，互咱的信心搁较长大；服侍内底，万互咱经历到咱的灵命会用搁较丰盛啦。再来服侍一定会得到报酬。我要用这段的经文哦，当然这段的这个比喻哦，是耶稣基督咧讲到得救的代志。不过我用来甲讲这个服侍吼，就是伫马太福音20章的第1节到第7节哦。伊讲啥？天国亲像家主透早出去请工人入伊的葡萄园，然后呢，伊甲这个做工的人约一日吼，一工啦吼，1钱银就找因入伊的园啦吼。这段故事比如吼，就是安那。这个家主呢，吼，就是葡萄园的主人呢，伫下早6点的时阵，伊就去市场要请工啦，吼。然后呢，伊甲遮的工人拢约定一工偌济，1钱银啊，吼，1钱银啊着吼。伊迄是当时一个工人一工的这个工资啦，吼。好，然后呢，伊伫下早时9点搁出去，然后12点搁出去，中昼12点搁出去，然后下晡3点搁出去，然后下晡5点要出去。一般哦，伊这个以色列迄个所在哦，拢差不多工作到下晡6点，就是对下早6点一直到下晡的6点。伊要安那？所以呢，伫遮呢，甲咱讲，天国必须爱入葡萄园来工作。第1节讲，因为天国亲像家主透早出去请工人入伊的葡萄园，所以问恁，天国啥？爱入去葡萄园工作啦。天国毋是逐工伫遐用神，信主了后，我入天国就免啥物代志都免做，毋是安尼。葡萄园的主人伫下早6点下早9点，中昼12点，下晡3点、5点。拢一直搁咧呼召即个工人入去葡萄园内底来工作，所以今仔日上帝嘛对咱发出一个呼召，叫咱入去即个葡萄园内底。毋过伫遮咱嘛看到有一个真遗憾的代志，即个第6节伊讲啥？即个主人讲恁啥事通日仍然徛伫遮，等于下晡5点的时阵去到即个市场的时阵。看到一群人搁仍然徛伫遐啦。今仔日主耶稣嘛咧问咱是安那规工徛伫遐？基督徒毋通成做一个规工徛徛伫遐的基督徒，咱来安那入去葡萄园来做工啦。哦，所以这个每一个基督徒拢应该成做一个服侍的人，成做一个做工的人，这是一个爱提醒的所在。第2个当价的工价。第4节就甲因讲，这个园主就甲因讲，恁也入去这个葡萄园，我要照公道互恁，应该互你的，我一定会互你。这是主人所讲的，我袂欠恁的钱。哦，所以今日你有听到上帝清楚地来讲。服侍上帝，你应该有你应该互你的，我一定互你无。所以咱是毋是做主的工了后，咱有一款听候，咱有一款喜乐，咱咧期待，咱有搁较好天顶的一个报酬。然后接续，咱也看到这个过来，到日头暗的时阵，园主就甲伊的管家讲，叫因来领工钱。分这个钱的时阵，啥物人先分？下晡5点，下晡5点入来，工作1点钟，迄个先分。伊分的时阵，互伊偌济？一工的工钱1钱银啊！哇！这个透早6点的，透早9点的、12点的，想讲哇！这主人遐慷慨，做1点钟就1工的工钱。阮这做伊的10几倍，我毋着愈济。结果咧有无？共款1钱银啊！伊对遮个工人就开始作生气的。主人你无公平啊！你互伊安尼，互阮安尼，我做甲要死，做甲老烂，
嫌较老烂，啊你安那，互我共款的钱，做1点钟的，啊你就互伊安那，也是1天的工钱啦。所以咱看到，咱基督徒真侪时阵，咱的服侍是安那有迄个比较，咱就开始安那埋怨上帝，上帝你无公平，我甲迄个下晡5点入来迄个人比起来，你谁来互我食呢？然后这个耶稣安怎讲？伊讲我无亏待恁啦，我无亏待恁呢。甲你约定，毋是一工就一钱银啊？我要互人加互人的，是安那？是完全是我的恩典。所以咱直接看到的，都是啥？第一个，天国是啥？咱必须入去葡萄园做工。第二个，应该互咱的上帝袂亏欠咱。上帝袂亏欠咱。透早6点去的，啊那上帝有亏欠伊无？无啦，讲好就是1钱银啊。颠倒是后壁较后壁的，上帝拢互伊搁较侪的稳定，搁较侪稳定。哦，所以咱咧看到慷慨的上帝，啊那无亏待人，伊就照伊所讲的，互咱只有较侪啦。哦，所以呢，每一个服侍的人，咱拢爱有一个任务，就是咱的服侍会互咱成做一个有春的人生，是一个丰盛的人生啦。耶稣讲有迄5000个、2000、1000银仔的，咱拢足了解即个故事有无？吼，1000个摕去创啥？待伫土里。上帝互我的恩赐，互我的资源，互我的时间，我拢安那甲待咧。我无服侍，我无爱侍奉。5000个咧，圣经讲啊啦，咱来注意这段经文吼。圣经讲伊5000爱足够的吼，足认真的搁趁5000，对无？迄啥物意思？伊甲伊互上帝，互伊的恩赐，互伊的稳定，互伊的财政，互伊金钱、时间，搁趁较济啦。吼，毋过伫遮有一个问题啊，吼，伫遮问我问恁吼，若一工吼，你摕50万，互你的员工吼去做开一间店。啊！这员工足厉害啊！佮家己趁50万转来，我问你，伊加趁迄50万呢？爱啥物人的？出钱的人的嘛，对无？哦，是你的嘛，对无？哦，啊，若无我哪要投资伊？毋过呢，伫咱遮咱看到，上帝甲迄个伊佮趁转来，佮互伊呢？吼，伊怎变做安那有1万呢？哦，这个汉语本叫做10,000，吼，10,000。所以变做搁互迄个趁5000的迄个人，所以伫遮咱看到安那，甲上帝往来哦，咱拢袂吃亏啦，咱永远是趁着的。当咱啊搁较拍拼，趁愈济的时阵，上帝拢互咱啦，上帝都互咱，到尾拢加伫咱的心上。所以呢，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有春要真做咱生命的祝福。所以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会知，当咱落世的时阵，咱能经历到上帝的丰盛，咱的人生是一个有春的人生。所以认真服侍啦。再来，咱要服侍人生是一个有春的人生。好，咱要照家己的功夫来得到赏赐。吼，Good TV 伊的董事长叫做曾国生，吼，伊是一个真成功的一个企业家。伊讲哦，咱每一个人拢有2个户头，一个伫地上，一个伫天顶。所以咧劝勉咱讲啦，咱爱啥物较重要？天顶迄个户头。有一天咱拍开天顶迄个户头的时阵，才知影咱是毋是一个大富翁，是一个好嘅人。然后伫遮我就想到，有一遍阮咧教即个，有一个老牧者退休了的牧者，哇！伊一生做足好的工。有一遍，伊来咧教阮遮的少年的传教者，伊来遐分享，看相片，遮足水的，现着即个相片。伊讲哦，对阮遮的少年牧者讲，恁知哦，后摆哦，你相信无？我后摆伫天顶，我是一个好嘅人。吼，伊讲哦，我相信哦，我后摆伫天顶哦，我住的厝吼，比这个较水。
伊讲你有闲来我来做啊坐坐咧，哦，啊若无就搁一间，哦，伊咧讲，我感觉足欣赏即个老牧者，伊对伊的人生、伊的服侍有一个确信。我一生的服侍，上帝一定会互我，一定会互我。所以伊讲啊啦，我真毋茫用较早转去天顶的，因为我知上帝互我的是安那，是好顶的好。伊讲恁遮少年牧者咧，你有想看卖哦？你是为真较忙安尼紧会转去天顶？你若会惊吼，第一个可能就是安那，你无一个确信，讲啊，你伫天顶，啊那无物件啦，吼，啊佫较惊人的是安那，住一款厝。啊，所以阮遮少年，即个传教者，我听着真震撼，你知道无？哦，像咱一个老牧者伊安尼服侍一世人，伊有一个确信，伊知影伊安那上帝要互伊的是遐尼好。伊讲哦，我毋茫用早转去啦。哦，所以今仔日伫遮，咱毋是讲我的重点毋是讲啊，咱去天顶要带啥物？我讲实在，圣经嘛无讲咱天顶要带啥物。哦，只是提出这个图片吼，安尼做一个对比安尼啦，吼，互咱较好想安尼。而且咱要强调的是啥？咱爱安那专注在天上的账户啦。咱常常为着要地上要住较好的厝，咱拼一世人，已经厝你住30年、甲50年、60年、70年，好无？你用一世人的时间去安那？去拼死，所有一世人都是为着迄间厝。啊，毋过咧，天顶的要住偌久？住永永远远。咱用偌济时间来投资伫天顶？咱有当时无呢，吼。所以，即个保罗讲，若是逐人着照家己的条约，要得到家己的工钱啦。有一天，咱拢爱去天顶，咱拢爱去上帝啊。咱要安那照着咱家己的条约来得到工钱。所以，咱应该对天顶迄个永远的即个产业，永远的即永恒的家，咱是毋是爱安那？搁较努力，咱的即个性命内底迄个优先次序，是毋是咱应该爱校对？哦，伊到都真幸哦，我定定咧想吼，咱每一工所做的每一项代志，咱拢用安那来变成，咱在拍拼。咱伫地上的路苦，拢会用成做天顶的一个永恒的财富。我们可以转换成永恒的财富。哦，我讲尼西米吼，尼西米哦，伊的一生哦，伊如果只是九正而已，伊刚才有真大的势力，伊有真好的财富，歹势，圣经袂记伊一笔。因为呢，尼米为着上帝的国来做迄个九正。因重建，佮等于用伊的即个影响力，等去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尼西米就被记录下来，记录在永恒。尼西米做九正的价值都永远好咧。所以兄弟姊妹，为着上帝来做生意，为着上帝做一个官员来从政，为着上帝做一个好的老师，做一个好的医生，伫你工作的即个岗位上。好好为着上帝国来服侍，服侍毋是一定爱伫教会做啥，是伫你每一个人的工作面顶，安那为上帝来服侍。最后我讲基督徒的人生是啥？是服侍的人生，这爱记吼。伫埃及的时阵服侍法老王，得救了后服侍上帝，咱要服侍倒一个？咱要服侍地上的君王，还是咱要服侍天顶的上帝？咱必须做一个选择。要得到报赏，一定爱入去葡萄园做工，这就是天国的道理。好，然后，所以咱伫咱的生命内底，咱必须爱来安排咱的处事啦。哦，所以伫遮嘛鼓励咱兄弟姊妹。咱也还未伫教会有服侍，咱教会有足济的时间通服侍。咱用唱圣歌队，恁若有好的歌声，用唱圣歌队，
哦，你来会晓电子产品，你用去应控。哦，咱任何的部分，咱拢会用安那，你用参与伫即个服侍内底。我讲过，参与服侍是安那，是你的祝福，是你的稳定。伫稳定的内底，你要去经历到上帝搁较侪的即个祝福，吼，搁较祝福。所以咱是毋是咱来甲上帝求？上帝毋通互我成做一个营营徛地的人。上帝毋通互我，你互我的心上会写的稳定，拢安那一世人空空。上帝，你爱互我伫即个地上，我努力，我拍拼来服侍你，互我所做工拢用安那转成天顶永远的即个财富。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阮知每一个服侍你的人，是一个得到福气的人，得到稳定的人。主，但是啊，我毋知影服侍真正的意义。主，得甲阮贫惰得甲阮对这服侍的事，主，阮无迄个热情。搁再一遍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用这段的圣经，互阮知。主，阮每一个人的一生是要为着要来服侍你。主，互阮毋但是对着教会所有的事工，并且对着阮的家庭，对着阮的工作，对着阮日常生活中每一个角色，阮拢带着一个服侍上帝的心来每一天来过日子。阮深知你所要互阮的报赏，是伫永远的伫天顶，迄个永永远远迄个财富。感谢你，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摆咱来唱回应的诗，人人拢真困，圣诗512首，请起立。请坐。今摆咱来鼓应奉献，请陈宝师这首甲李美心这首来书献。我遮顺便也补充者吼，即摆你若迄即首的有选的选票若选好啊吼，你嘛会当投入咧奉献袋仔内底。
然后未决定的，等者嘛会当投喺楼骹的奉献投票箱内底无紧。咱三个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大家请坐。今晚我来报告，咱欢迎大家做伙来敬拜。我满心感谢上帝，当互大家来到礼拜堂来做实体的礼拜。之前目前2场礼拜拢无需要事先搁报名，所以若袂当来参加的兄弟姊妹嘛会当来看咱网络的直播。请大家继续为着疫情来祈祷。第二点咱今日礼拜中，我们要特别爱来庆祝重阳节教会有准备礼物要送予70岁以上的长辈，祝大家重阳节快乐。等一下咱请张牧师来主持。第三，10月31号要召开临时的好会，要办理中级的改选。今仔日有公布会员的名单若有到高的会当吴长老来欢迎。迄天10月31号迄场第1场的礼拜，华语礼拜暂停一届。今年任期届满的长老甲执事名单伫顶悬请大家会当家己看，我都无爱甲读出来。另外今日嘛有进行执事的有选，所以拄则可能已经有人甲选票拢交好啊。若还未交好的人会当等伫1楼的奉献箱内底。好，我即马就报告到这请牧师要补充无？检查大家拢已经有摕到特别是会员，如果你若未摕到即属有选的选票，请你举手一下保护你。请你咧交的时阵特别注意交伫名的后壁迄个空格。你若交伫迄个你介意的人的头前，就变做别人去所以你要注意特别看好势选4位等确定要离开教会以前，咱外口还佫有投票箱无赶紧，你要离开教会以前，你甲落在内底请除了今年到临4月执事以外，其他中执若有时间，请咱礼拜煞了后，咱去6楼去计票。咱后礼拜会公告今仔日选的结果，会选6、7个、7、8个互咱做10月31迄个中级改选执事的候选人。安尼咱会较紧会通去进行。所以头先保监执事已经甲咱报告，10月31第1场的礼拜暂停，第2场咱要调好会毋茫调会成啦即摆疫情中间安尼咱差不多。会员大概爱到150个出席，咱才会通盛会毋茫会通真顺遂。所以毋茫疫情无阁变歹咱来即个
甲咱新的教练的中职来选出吼。今仔日真欢喜要恭喜这个长辈迄个中庸节吼。伫这以前，我先介绍今仔日较久毋捌来伫咱中间的人客吼。咱有看见王金泰牧师、牧师娘吼，伊真久无转来了，咱欢迎伊。我也来介绍我美国的会友吼。伊讲，若甲介绍爱甲讲，伊已经8月初就转来到遮吼，所以已经隔离真久啊啦吼，所以无问题吼。林坤正兄伊即马是阮教会执事吼，因夫妇伊是一个会计一个药剂师吼。转来住伫中和啦吼，住伫中和，足欢喜我美国的会友来遮。毋知有需要我佮介绍的人无？特别有需要，若无咱先来祈祷为着咱的长辈，做伙来祝福因，好无？做伙祈祷。至圣的上帝，你是赏赐阮活命的主宰。感谢你，亲像你所讲，当阮伫老母的胎，你就捌阮。阮的一生经历侪奇妙的代志，对出世伫父母、伫众人会疼痛抚养下面，会通长大成人。伫阮的一生的中间，特别阮的长辈，因经历过侪的阮所想袂到的艰难困苦、危险惊吓，总是伫中庸节的时，阮回顾人生所行过的路，恩典的油滴伫阮所经过的路径，侪的感谢。总是主，你也知影，到年老的时，阮面对真侪挑战，特别伫即个少子化、佮超高龄的社会，台湾的社会，对士大人、对长辈的照顾，诚做一个真重要的课题。愿恳求主你帮助政府用更较侪资源佮精神来照顾一生贡献伫社会佮国家这些长辈。特别求你的圣神也甲所有的长辈三甲一个，因为阮的感受，阮的身体会日日败坏。若是恳求上帝你的圣神，互阮的心灵日日有喜乐、有换心。有一天，阮即个伫地上的布边拢会毁坏去，对上帝来领受，因为耶稣基督，你要赏赐阮迄个伫天里永远的厝体、新的体，因为我信肉体过我。甲永远的活命，求你互阮的长辈无感觉孤单，伫教会大家互相的关怀带导的中间，也祝你做因至好的朋友。伫因年老的时阵，会通搁较仰望倚靠上帝，因为知影阮爱把握这个机会来得到迄个永远的福气。求你听阮的祈祷，祝福阮中间所有的长辈，也互阮做事岁的体贴。这些长辈因会软弱，因会孤单，因会这些身体会无爽快，用更较大的疼心甲耐心来款待阮这些长辈，互阮这些长辈亲像诗篇92篇所讲的，虽然到老，犹原色青翠，也阁结果子侪，会通荣光上帝，利益伫阮的囝儿孙，利益伫上帝国的事工。阮同心恳求，拢是靠耶稣基督性命来求，阿门。咱南教会以前就有即个例，就是70岁啦吼。我小可爱阁等几年啦吼。我那得要到啦吼。无发现讲以前拢无照圣经的教示吼。以前咧发礼馆吼，拢是请长辈徛起来安尼。我今仔圣经毋是写安尼呢吼。你看利未记19章32节，伫白头毛的人的面前，你爱徛起来。所以咱今年改变方式吼，70岁以下的人，请你徛起来；70岁以上的人，请你坐咧。咱请执事，咱来拍破来甲恭喜这个长辈，请长辈坐咧。你若还未到70岁，请你起立来甲因恭喜。咱来分坐咧的人拢会通摕到咱的礼券吼，坐咧的人拢会通摕到咱的礼券吼。咱来恭喜这些长辈吼，恭喜这些长辈。摕到请你，还未摕到，请你小举手一下吼。有时徛咧较无看，楼顶毋知有人分无？楼顶有人无？无问题。有人无摕到无？
今仔日袂当来，阮会尽量啦吼，尽量来通保护因，阮会尽量保护因吼。啊，恭喜这个长辈，大家中央节快乐！啊，请坐。啊，佫有一项就是啊，咱明仔载有一个告别礼拜吼，是咱的长辈吼，吴小美姐，伊要伫二滨吼啊举行告别礼拜啊。如果雅音吼，真感谢雅音的这团员啊，要去伫遐来唱慰歌啊，咱啊为着伊的家族啊来祈祷吼啊，请大家放伫祈祷内底来笑念，多谢。哦，咱敢阁有长辈还未摕到的，当举手一下。好，好，咱即摆来唱祝福的诗歌，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起立。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咱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众大家伫地，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坐，来倒。